好，来继续来看中华统一促进党不分区的立委候选人何建华涉嫌违反选罢法，讲伊透过小三通招待10外中国的配偶到厦门游览，由中国的官员落地招待。这个中国配偶昨暝倒来到松山机场，台北市的检调告场抓人，当时嘛约谈到何建华到案说明，本地裁定20万交保限制出境，但是何建华因为手机互扣押，无愿意来交保，最后是该无保请回。穿那些外套绑一个头毛尾，这个统促党本区立委候选人何建华，被人检举讲涉嫌以中华妇女联合会名义招待过来台湾的中国人。今日这透早，被人移送北检一个看到媒体就发冤枉。最冤枉的，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无缘无故的，只是我是统促党，这次代表统促党出来参选，所以呢，他们说我废选，我废选了谁啊？我好希望有人给我钱啊！是统促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嘛是中华妇女联合会理事长，讲到招待10外个过来台湾的中国人去厦门游览，这个钱是对倒位来，伊赶紧解说。我没去啊，只是姐妹们在这边很辛苦，让他们出去散散心而已啊。你付钱的吗？没有啊，他自己付钱啊，他们都是自己付钱去玩的呀。游览的费用是由中国的官员落地招待，有涉嫌违反选罢法的嫌疑。我觉得这个是叫政治迫害。本来裁定20万块交保，因过何建华以手机和检调扣押为理由，一直无办理交保的手续。后来以无保请回，并且限制住所。